Hello，大家好，我係 Driver Sir。好多人都話英國小學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即係 SEN 嘅同學仔咧，十分友善，甚至有人形容英國係 SEN 小朋友嘅天堂。究竟呢句話係咪屬實呢？過去幾年我去過幾十間英國小學代課，接觸過唔少 SEN 小朋友。今日我就想根據自己喺課堂上嘅親身經歷，同大家分享英國小學究竟點樣支援 SEN 嘅學生，以及我認為佢哋值得欣賞同埋需要改善嘅地方。不過開始之前，我先作一個聲明，我今日嘅分享內容只係我去過唔同學校代課期間喺課室裏邊親身見到嘅情況。至於學校背後嘅行政工作，例如 SEN 點樣開會啊，點樣同家長跟進啊，我並冇參與，所以今日嘅分享全部都係我課堂上第一身嘅觀察。首先，我認為英國小學的確比香港更容易令 SEN 嘅學生感受到較少嘅學習壓力。最大原因係因為喺英國一般係冇日常嘅功課，亦都冇香港嗰種咁頻繁嘅測驗考試。以我以前喺香港任教嘅經歷，唔少 SEN 學生最大壓力就係追唔上功課同埋考試進度。好多家長尤其擔心小朋友被標籤，因此想盡方法幫小朋友追趕進度。無論補習、做練習，仲要每日陪佢做功課，都花上唔少嘅時間同埋精神。相比之下，英國小學就輕鬆得多。學生放學一般都唔需要花大量時間完成功課，家長亦都唔需要喺屋企催佢哋小朋友做功課。平日只需要簡單跟進佢啲閱讀啊，或者一啲 Big Spell 嘅練習就 OK 啦。更重要係英國普遍都唔會將分數學得太重，尤其是對 SEN 嘅小朋友，老師更加重視佢哋有冇進步，而唔係揾佢嚟同其他同學比較成績。單係呢一點啊，已經令唔少 SEN 嘅家庭嘅壓力減少唔少啦。除此之外，我覺得英國學校另一個最大嘅特色就係整個校園嘅文化都十分包容。喺好多學校裏邊，SEN 嘅學生都會被安排坐埋同一張台，方便老師同埋教學助理照顧。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其他同學對呢個已經習以為常，佢哋完全唔會因為某個學生有特別學習需要嚟笑佢啊，話佢蠢啊，話佢特別等等。大家都好自然咁樣接受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學習方法。我相信呢一種嘅包容文化喺英國教育裏邊係一個最大嘅優點。除咗校園文化之外，課堂上嘅學習安排亦都會因應學生嘅需要作出調適。例如同一份嘅工作紙，可能 SEN 嘅小朋友只需要完成一啲較淺同埋較少嘅題目。我亦都見過老師將嗰啲字會放大，用唔同顏色嘅標示，或者加入更加多嘅圖畫去幫助同學理解。呢類嘅學習支援，其實香港大部分小學都已經有類似嘅安排。另外，唔少英國嘅學校都會安排 TA 專門協助 SEN 嘅小朋友。有一次我去過一間學校，發現咗其中一個 TA 已經同嗰位 SEN 小朋友合作咗好耐。呢個 TA 好了解呢個學生嘅需要，手上亦都有唔同嘅提示卡學習工具，亦都知道乜嘢時候需要提醒，咩時候需要鼓勵。整個課堂佢一路坐喺呢個小朋友旁邊，一步一步協助佢完成唔同嘅學習活動。呢個支援嘅效果，我覺得非常之好。不過另一方面，我亦都見唔少係完全相反嘅情況。由於英國教育界長期人手不足，TA 其實都十分短缺。唔少嘅 TA 需要同時間支援唔同嘅班別，一日之內可能要走嚟走去，未必每一個課堂每一節課都能夠陪伴入嗰個學生。另外，有啲 TA 本身都係短期嘅代課，可能只係工作1星期甚至幾日。由於對學生唔熟悉，有時只係坐喺旁邊陪伴，未能夠真正提供有效嘅幫助。我甚至見過有學生上午由一個 TA 照顧，下午又換咗另一個 TA。對於學生嚟講，不停咁樣重新適應唔同嘅人，我覺得並唔係一個理想嘅安排。講完課堂上嘅調適同埋 TA 支援之後，我就想分享另一種常見嘅支援方式，就係抽離學習。尤其是喺低年班，呢個安排十分普遍。例如閱讀課，老師會將幾個有特殊學習需要或者閱讀能力較弱嘅學生帶到另一個嘅房間，由另一個老師或者 TA 進行小組教學。有時候連數學堂都會有咁嘅安排。我試過見過有老師會將幾個學生帶到去課室外嘅一張台仔，利用更加多嘅圖畫提示，甚至唔同嘅教具，慢慢教佢理解一啲數學嘅概念。由於人數較少，老師就能夠花更加多嘅時間照顧每一個學生。我覺得呢個安排的確能夠幫助到部分嘅小朋友。另外亦都見過一個香港比較少見嘅支援方式，就係感官嘅調節。例如有啲學生嘅凳腳上邊會綁一根粗嘅橡筋繩，
上堂嘅時候，佢哋就可以用腳不停踢嗰條橡筋，幫助佢哋釋放多餘嘅精力。亦都有學生嘅坐墊上會加個充氣嘅坐墊，等佢哋可以一路坐一路左右咁樣喺度搖。除此之外，老師亦都會容許部分學生手上一直攞咗一啲減壓嘅玩具，例如一啲軟波啊或者 Scoochie 等等。理論上呢啲工具係可以幫助學生保持專注，不過老實，我對呢方面就有少少保留。因為我見過唔少嘅學生，最後都唔係利用呢啲嘅工具去提升專注，反而將佢變成一種玩具，令佢更加之分心。所以認為呢啲工具係咪有效，好視乎老師點樣運用，同埋學生本身係咪懂得自律。講完英國小學對 SEN 小朋友嘅各樣支援，我仲想分享我認為最值得討論嘅地方，就係英國學校十分重視學生嘅自主選擇。呢件本來係一件好事。老師好尊重學生嘅意願，希望學生能夠主動投入學習，而唔係被逼學。但有時候我就覺得自由實在太大啦。我曾經見過一個 SEN 嘅小朋友上堂期間完全冇做老師任何嘅工作，佢一直就係坐喺度玩佢嘅 iPad。坐喺旁邊嘅 TA 又冇要求佢完成任何功課個噃。當然我唔知道背後係咪有其他原因，例如當有學生情緒唔穩啦，或者老師早已有其他安排，所以我唔敢判斷太多。不過我見到個情況就係，嗰個學生整整就坐喺個課室裏邊幾個鐘，都完全冇參加課堂任何嘅活動。另一個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例子，就係一個低年班 Year 2嘅小朋友，佢就將大量嘅 LEGO 同埋玩具搬咗去自己張台度。佢不單止全堂都冇參與活動，佢仲更加不停地騷擾隔離嗰個一直好努力做緊功課嘅同學一齊玩。由於我只係代課老師，而原本負責支援嘅 TA 亦都冇介入，所以我最後只能夠尊重學校原本嘅做法。但係老實講，我個人就並唔認同，因為我覺得佢已經不單止影響自己嘅學習，更加開始影響其他同學嘅學習。我亦都曾經經歷過另一個學生，當全班同學都準備完成一份好簡單嘅課堂活動，我都鼓勵佢一齊參與啦。點知佢同我講一句，老師話我可以唔做喎咁樣，於是就繼續玩佢嘅 iPad。嗰份工作紙其實唔係咩深嘅內容，只係喺宗教課裏邊畫幅圖畫啫。當時我就諗，如果連呢啲咁簡單嘅學習活動你都唔參與，咁究竟呢個小朋友每日返學嚟做乜？學嗰啲乜嘢呢？所以喺英國，小朋友唔需要承受太大嘅學習壓力，同學之間亦都較少比較。老師普遍願意包容每個學生唔同嘅需要，因此好多香港移民到英國嘅 SEN 嘅家庭都會覺得生活輕鬆咗唔少。但另一方面，英國亦都給予小朋友好大嘅自由。如果小朋友本身係缺乏學習動機，而家長又完全依賴學校，我認為未必能夠達到自己期望嘅學習效果。所以我認為英國嘅制度冇話絕對嘅好，亦都冇話絕對嘅唔好，而係同香港有着明顯唔同嘅教育理念。究竟邊一種制度更適合自己嘅小朋友？相信每個家長都有唔同嘅答案。如果大家鍾意今集嘅內容，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我係 Driver Sir，下次見，拜。